如果淨係講補鈣，你會揀牛奶定豆奶？梗係牛奶啦。我睇電視廣告啊，都係話牛奶啊可以快高長大，好似話可以補鈣啊嘛，咪飲多啲咯。梗係豆奶啦，豆奶呢，而家越嚟越多人轉飲噶，我覺得唔錯噶喎，好似好多人一講補鈣，第一時間諗起牛奶，好正常。好似女神張曼玉咁，佢每日飲3杯牛奶補鈣。但係我哋計翻條數，一杯240毫升嘅低脂牛奶，大約有300毫克鈣。一般成年人咧，每日係需要1000毫克鈣，而50歲以上嘅女士咧，每日係需要量上升到咧1200毫克嘅。即係話咧，如果更年期嘅人士單靠牛奶去補鈣咧，每日係要飲4大杯咧先勉強夠數。仲有個殘酷現實喎，有研究證明咧，身體對牛奶鈣嘅吸收只係得30%左右，唔係飲幾多就入幾多。有研究甚至發現啦，每多飲牛奶200 gram， 股骨骨折嘅風險反而增加7%。飲牛奶隨時變咗雙骨。相反，如果你識揀高鈣豆奶，一杯已經有300毫克鈣，同牛奶平起平坐，而且冇動物激素，亦冇動物荷爾蒙，飽和脂肪又低啲，少啲機會咧會造成膽固醇過高嘅問題。所以豆奶咧係更加全面保護50歲以上人士嘅健康選擇。